台南检方侦办大塘的饲猪场违法带废弃物案件，发现大塘有饲猪场的厂长和废弃物处理的厂商斗空，甲垃圾土、用件的废弃物，甚至是死猪仔，拢带伫咧饲猪场内底。目前是已经甲6个被告收押。现场怪手是一直咧挖，已经挖到2-3公尺深啊！这挖出来土巴，唔那拢是地塞臭味，佮拢已经完全变色。 检方收到通报，指挥南区环境管理中心等相关单位车尾去到嘉义彰化去抄2个大塘的饲猪场，开挖了后才发现讲有向囤废土、甲建筑废弃物，甚至佮有猪仔尸体。所以这是狗仔夹出来的狗仔。嘿，咱土厝里这多只？嘿，狗仔有10只，真正都多，叫好多只啊！ 伫咧挖过程，大厂人员佮讲，这猪仔应该是去互狗家饲拖来吃的。后续检方带走10几个人，登去问过，认定其中4个饲猪场的公务人员和2个厂商人员涉嫌违反着废弃物清理法和贪污道理等罪嫌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其中李姓被告等6人认涉犯《废弃物清理法》第46条第1项第3、第4款、贪污治罪条例第6条第1项第4款图利等罪嫌。 且有逃亡、串供、灭证之余，均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台南地院认为，6个被告犯着的拢是上轻本刑5年以上的罪行，恐惊畏罪逃亡，有灭证、交激强犯证人、盗口径的记录，裁定羁押禁见。大同公司是回应讲，启动内部检讨，会全力配合司法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